洞站，一出嚟北出口，見到佢3隻歐力帕啦。好啦，我哋落去。我哋有的士唔搭，行半粒鐘嚟到呢個歐力帕，欣賞沿途嘅湖光山色。嗱，喺度園林美景啊！後邊啲賤民喺度鼓噪。好，到啦，歐力帕。本身嚟呢個歐力咧，由呢個金澤站咧去到呢個石洞站咧，大概只需要大概30分鐘到。咁啊嚟到之後咧，就會轉巴士，咧大概諗15分鐘都會到㗎啦。不過咧，啲巴士咧就每1個鐘頭先一班。咁啊佢12點半啊，跟住1點半啊、2點半啊、3點半啊咁樣落。咁但係咧，頭先我哋就 miss 咗班車，咁我哋又唔等1個鐘頭，咁我哋唯有咧咁行半粒鐘過到嚟呢度，係啦。咁我費事等啦，我半粒鐘都嚟到啦，咁我已經買緊嘢啦，係咪？無謂等。你睇下商場，其實行得幾舒服。最緊要冇啲人左頭左手拉肩碌你隻腳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去旅行嘅，又係嗰啲碌腳黨喺度嘅，即係成件事真係冇人話你聽。即係平日嚟呢啲歐力咧，山卡拉歐力就好，就係基本上都係你行晒咁滯，冇乜人。我而家行完2樓啦，買咗成袋嘢，好重。午餐，我至愛炸豬扒飯，正。係咩啊1號、2號咯。呢個1號啊？呢個1號。呢個1號，呢個2號，有乜分別啊？貴啲。2號豪華啲多啲，你老婆就係2號。多半隻。啊！1樓就係呢扎嘢，自己 post 嚟睇下。2樓有呢扎嘢，係自己 post 嚟睇下。有呢啲咁嘅食，好少嘢食嘅啫，幾好行啊！冇人嘅。嗱，出嚟呢個就係巴士站呢度。好。我哋而家翻去石洞站，跟住就翻去金澤市，係啦，擺低啲嘢食晚飯。18點05分啊 ，Google 唔準啊。呢個就係個時間表，石洞站行。The next morning. 今日嚟呢度，今日係4月29號，我哋喺呢度租咗架車，係啦，就落去呢個炸魚市。咁個價錢咧就係大概1萬yen租1日，咁啊租架5人車，即係呢架車牌67，應該係呢架啦。好，我哋識玩呢個 navigation 啦。而家開車啦，出發。係咪轉啲邊？呢個係咩話？個咩啊？里山海咩啊？海道。好啦，我哋呢度一路直去呢個御揸市㗎啦。呢條路其實叫做里山海道。大家好，我係力高。入到御揸市就直接駛入呢個沙灘啦。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全日本唯一一個，亦都係世界上極少數可以俾汽車行駛嘅沙灘——千里濱。點解可以俾汽車行駛呢？因為呢度嘅沙非常之特殊，一般沙灘嘅沙太鬆散，車入去肯定係冚車空轉。
大千里濱嘅沙非常細緻，而且每粒沙嘅大細好平均。當佢吸收咗海水之後，就會緊密咁黐埋一齊，變得好似水泥路咁堅硬。所以唔單止普通私家車，呢度每年5月仲會舉行一場全日本車迷都瘋狂嘅 SSTR 電單車拉力賽。上萬個車手會喺日本東岸睇住日出出發，一日之內橫跨成個日本列島，就係為咗日落前衝入呢個沙灘。你可以想象下，黃昏嘅時候有萬幾架電單車喺呢個沙灘之上奔馳，嗰種男人嘅浪漫，直頭好似拍戲咁，頭搖又尾擺，非常境界。感受完呢個沙灘嘅震撼，我哋就去咗第二個景點啦。話說宇乍市除咗呢個傳奇沙灘之外，原來呢個地方仲同外星人有關。等我即刻同大家睇真啲。嚟到呢個宇乍市嘅宇宙科學博物館啊，呢度大人500英，呢個入場券 ，total 900英，大人900英一張。好，買咗入場券啦！我哋12點鐘就上3樓睇戲添嘅，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點解呢度無端端會有個宇宙科學博物館喺度嘅呢？話說1984年，呢個宇乍市只係一個得2萬人住、平平無奇嘅超鄉下地方。當時有位叫做高野成先嘅後生仔，係政府生涯學習課呢個部門嘅臨時合約職員，負責推廣當地嘅文化活動。有一次喺一個關於古文書研讀講座之中，得知一本古籍叫做《戲多古緣起》，內容講述1000多年前當地居民見到 UFO 嘅情況。一般人聽到呢啲古怪內容，頂多會話呢啲古人係發緊夢，或者飲大咗亂咁吹嘅古仔。但係呢個臨時工竟然向佢阿頭講，不如我哋用 UFO 同外星人嚟振興經濟啦！如果你係佢上司，相信你都會同我一樣，真係睬佢都有味。但係過咗2年後，日本政府無啦啦實施咗故鄉創生政策，全日本每個鄉下地方無條件派1億日元用嚟振興當地經濟。當時阿頭都唔知點算，結果就諗起高野成先嗰個 UFO plan， 所以喺1990年，宇乍市搞咗一場國際 UFO 研討會。一個得2萬人住嘅小鎮，當日竟然吸引咗5萬個嚟自世界各地嘅地球人湧入去，連外星人都未到，呢個小鎮已經俾 UFO 嘅 fans 攻陷。自此之後，高野成先變咗做長工之外，宇乍市就食住 UFO 呢條水，向外宣傳宇乍市係外星人嘅基地。為咗將宇乍市成為日本 UFO 聖地，高野先生就膽粗粗寫信俾美國太空總署，想借一批上過月球嘅返回艙同埋月球車返嚟做展覽。當然 NASA 亦都好似當初佢阿頭一樣，真係睬佢都傻。但係高野先生冇放棄到，再寫信俾當時美國總統老布殊。副總統辦公室知道呢個故事之後，結果係 NASA 將一堆昂貴嘅太空器材無限期免費租借俾呢位當初只不過喺日本鄉下打工嘅臨時公務員。當呢一批珍貴嘅器材搬到宇乍市之後，高野先生就發覺宇乍市根本冇一個場地可以長期展示呢啲咁珍貴嘅展品，於是就萌生建立一個太空博物館。為咗開去實現，喺90年代初，高野先生去咗美國考察位於華盛頓州世界知名嘅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當地博物館內嘅專家就同佢講，如果博物館內擺放嘅係模型，就冇意思啦。一係唔擺，一擺梗係要真嘢啦。聽完呢番說話之後，高野先生就喺度諗，向美國借翻嚟嘅物品唔足夠填滿一個博物館，咁點算呢？咁啱喺呢個時候，佢收到風，前蘇聯嘅航天體系正在崩潰，好多國家級嘅尖端科技同硬件隨時會因為冇錢維修而變賣，甚至銷毀。於是今次佢直接去咗剛好解體，
好需要支援嘅俄羅斯，請求當時莫斯科嘅航天官員將前蘇聯去過月球嘅航天設備，例如有使用過嘅東方號太空返回艙同埋月球車2號等設備賣俾佢。除咗承諾會好好保存呢批設備之外，亦都將1沓美金同埋日本引以為傲嘅家電送俾當時莫斯科嘅航天官員，等佢哋可以改善生活。就係咁，呢個位於日本鄉下市鎮宇扎市嘅宇宙科學博物館就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同時睇到兩大強國太空航天科技嘅神奇博物館啦。好，嚟呢間食意大利嘢。多麼嚟㗎度？好。好懷念Burger King個洋葱圈，同埋呢個 Cappaci。哇！呢隻雀嘅雞翼，4隻翼一雞，有carbonara啦，廚師煮嘅雜菜茄汁意粉啦，跟住有呢個辣肉腸披薩啦，呢個就係 lunch 啦。又喺荒山野嶺開間餐廳，兩公婆咁樣做，又可以咁樣生活，幾好真係。沿途風景啊，冧樹啊，修路同冧樹啊，哇！沿途嘅風景，呢個輪島市。沿途都係呢啲冧樹啊、修路啊、爛地啊。嗱，呢個鋪咗馬路，呢個新嘅呢個係。睇下前面嗰啲樹林啊，冧咗啦，呢啲咁樣。呢條路新嘅，呢度整過晒。食飽，我哋就繼續上路，沿住山路一直揸車北上。前往輪島市，當一踏入呢條路線，沿途嘅景象畫面都係冧樹、改道，甚至好多山泥傾瀉、道路毀壞嘅畫面。睇住一班又一班嘅工程人員頂住個大太陽，不停喺度指揮交通，深深感受到要完成復修，仲有一大段距離。終於，我哋去到輪島市嘅輪島站，停低架車，見到周圍嘅店鋪都貼滿輪島加油嘅字眼。嗰種全社區團結一致、互相扶持嘅力量，真係好觸動到我。所以我二話不說，買一件輪島 T 恤，為呢個正在努力重建嘅小鎮打打氣。跟住我哋去咗輪島市最出名嘅景點百米千枚田展望台，企喺度望住呢片依山傍海嘅稻田，聽當地人講，雖然稻田嘅儲水能力已經回復七七八八，一格格水田好大機會重現生機。但只要你望向海邊，就會見到由海浪沖上嚟夾濕，依然佈滿晒成個沿岸。睇得出要完全恢復原貌，背後仲有好多汗水要流。睇完呢個景點，由於時間關係，我哋要開始回程啦。回程嘅時候，我哋特登揀咗外圍嘅海岸路線。好彩，倫敦半島嘅沿岸景色依然令人向往。我哋就望住個超靚嘅日落，一路揸車返去金澤。由於我揸緊車關係，咁靚嘅景色我就拍唔到片啦。好彩我都叫我老婆幫我撳翻2張日落相。正所謂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間仲有10分鐘就要還車。還車前仲要揾油站加滿油，結果我哋好似拍戲咁，喺最後1分鐘先至衝到去還車處，真係1秒都冇多。遲到事小，俾日本人覺得香港人唔守時就唔好啦。呢一趟輪島遊足足12個鐘，全程行咗200幾公里，但係最神奇嘅係油費竟然3000都唔使，超慳油。不過實話實說，呢個行程真係好唔夠喉。如果可以俾多1日時間，等我可以慢慢感受呢個正在努力恢復
充滿人情味嘅輪島市，咁就完美啦。正所謂租車最緊要就係呢啲牌，咩初心啊？呢個係呢個磁石嘅，正。今集就嚟到呢度，下一集我會分享3間喺陰澤市內我食過認為值得推介嘅餐廳。想知嘅話，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撳埋隔離個鐘仔，我有新片出你就唔會錯過啦。多謝各位收睇，我係力高，下個禮拜再見，拜拜。跟住就係孕婦啊嘛，呢個係咯，呢個咪孕婦。跟住有傷殘啊，跟住又有高齡長者啊，初心喎，連晒嘅，擺晒架車度。